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23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今日国内新增加26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25例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一个敢若4岁幼婴是目前上少岁的患者。昨桃园市安阳机关有护理师去挖到武汉肺炎，本地点伫咧遮的老大人拢已经刷走，场所嘛一再消毒。教育部针对5月各中教育会考考虑到时教，因为在家来隔离未当参加的学生，有第2摆考试的安排。观众朋友，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国内新验出26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内底有25个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其中间阁有一个4岁致病幼婴是含爸母同齐对荷兰倒转来，这也是目前咱国内年岁上少的患者。但是中指挥官嘛讲，有半数的病例拢是伫咧飞机机场就验到，即是通报指挥中心的。我们今天新增的案例有26例有26例确诊，那其中有25例是境外移入，那本土的案例是1位，那本土的案例那一位等于是我们124的案例延伸到160、168、169。就是我们在机构内原来的这些老师跟学生里面的一位的女朋友，所以这个案例的脉络也算是比较清楚。那重点都在于境外的移入，从5号开始它就慢慢增加。那我想未来这2个礼拜大概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曲线。不过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境内这段时间的案例大概从3月18起2例、1例、3例没有3例，今天1例，所以相对都还算少。因为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有一个环保署的员工出国去埃及佚佗，挖到武汉肺炎。早起张子敬署长嘛证实，迄个人员倒转来到国内有搁上班1日。目前已经要求还没有接近到的同仁隔离观察，也是踮厝内办公。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师嘛讲，因同事中间毋是介挖近，挖病风险算起来是有限。不管是毋是环保署员工，只要进到1楼，全部拢爱量体温、4格嘛拢酒精打洗手，要求进入的人爱消毒。体管规格因为伫伫1楼大厅后面的秘书处有一个基层员工确诊武汉肺炎。会知环保署长张子敬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证实，表示这个员工23号回国了，隔工就到署内上班。13号礼拜五确实有进办公室上班1天，比较接近的有4位同仁，我们就请他这个居家或是隔离来办公。环保署强调，这个员工因为伫1楼上班，并无坐电梯接触搁较侪人，甲有接触的同事嘛，拢伫还未确诊之前，就已经先进行居家或者是隔离上班。但立委认为风险悬低，毋是环保署讲了准算，马上请来进行这个案件疫调的防疫师来说明。他在工作当天，他并不是发病的状态，所以评估起来，他的职场同事跟他的接触，并不是所谓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觉得就是该职场，第一个是他的风险很低。防疫师表示，事后环保署所做的防疫措施甲环境消毒拢算适当。迄个员工嘛，甲民众无直接的接触，但而且长假进前，并无交代是要出国去旅游，嘛引发管理的质疑。大家出国的时候，埃及并没有任何旅游警示，所以它是没有被限制的。所以到底这个整个相关的责任，我们会这个事情告一段落，我们会查清楚，做适当的处理。环保署一个员工23月4号到12号参加旅行团前往埃及旅游，领队离回国了后3天确诊武汉肺炎。这个团累积已经有8个团员，佮1个接触的人确诊。记者林美丹昌回吴家宝台北报道。早起台湾铁路局嘛已经宣布讲，进前有含旅行社配合，专门咧走风景地区，就是当作甲游览船同款，连正大拢总包办迄款游轮式的列车，5月底进前拢总要暂停。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自永暗12点开始，桃园机场全面性无要搁开放飞行机照后，互旅客专机搬过去第三国，才袂人来客去，病症嘛对咧话。挂虽然成绩是挂服务件穿防护衫，赶伫台湾专机进临进前，真侪自欧美飞转去中国的学生来台湾专机转去。一寡学生讲，即马美国直飞中国的航班真少，介绍又搁起真多。伫台湾中站机票好买，介绍也较俗。
即马台湾将要甲转机大门关起来，真侪中国的学生也搁伫咧想办法转去。大家都还在想办法，要么直飞，要么可能还要再继续找转机的地方。他知道说明天开始台湾都可以转机了。哦，我知道，是特别比较幸运，我感觉。同机场第23预计第一航厦将会有1022人入境，第二航厦有2464人入境，出境是无到2000人。虽然出入的旅客甲以前袂比的，不过非常时期，同机场公司全面备战。目前7成以上的清洁人员拢伫咧做消毒工作，除了大范围喷消毒剂，小区域也加强消毒的次数。出境的部分，我们一天至少会消毒5次。那针对厕所的部分，如果是出境的厕所，我们就是一天也是至少有5次。那入境的部分，因为现在有入境的旅客进来都是要检疫，所以针对入境区域的厕所，我们是只要有旅客使用过，我们就直接就会做一次的消毒。自拜二开始，禁止来台湾转机的措施启动，航空公司将会拄到国家严格考验。有国际航空的员工就讲，4月无啥物航班，唔知要如何经落去。在全世界强要断航的情形下，阿联酋航空也提出定限的消息，自3月25开始，所有客机全面停飞。不过，伫几点钟了，又搁再度宣布，受到真侪国家的政府加客户的要求，希望会当继续提供航班，在一寡本国的民众登去因的国家，所以暂时将140个航点缩减到13个，维持部分的客运航线。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台湾和美国同齐声明讲，双方面要正做防疫的谈判。外交部吴钊燮部长早起伫咧立法院嘛讲，这是咱台湾主动要求要合作。嘛有立委咧质问讲，有喙罨通交美国，却无通互咱的百姓寄出国。吴部长嘛表明，海外的台湾人外交部拢有咧关心。来讲要用喙罨去帮助外国者，时机是还未到。境外移入个案增加真侪，佮加上欧美各国小连续锁国，外界烦恼讲，防留伫咧海外留学生甲台湾人的状况。外交部早起伫咧立法院报告表示，已经甲驻外单位加强联络，进前传出台湾提供予巴拉圭喙罨的代志。外交部驳回，是伫咧巴拉圭当地协助紧急采购喙罨，毋是对台湾出口喙罨互因。目前嘛还未到用喙罨来外交的阶段，也是以国内优先。各个友邦国家因地制宜就地采购的这个层次上面，那如果说我们的口罩是足够我们国内的使用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不排除能够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方。18台湾甲美国 AIT 共同发表台美防疫共伴关系共同声明，强调讲共享疫苗研发，还有防疫用品。吴钊燮表示，这项声明是政府甲政府共同签署，嘛坦白讲是台湾先提出合作。毋过有立委质疑，虽然袂当供应予美国，却袂当放廉价予台湾的海外留学生是无公平。政府跟政府之间共同签署的，的确是政府对政府。谁先提出来的？这个是我方先提出来的。我们先提出来的，那你都可以送给美国使用的。那同样是我们的国门、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孩子，在国外，你能不能帮忙提供？对，我们正在讨论当中。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传出包括台湾在内的真侪亚洲经济体会当来日起下太平洋共伴全面进步协定。吴钊燮表示，甲日本有保持密切的联络，日本嘛欢迎台湾加入。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进度变慢。那我想现在是疫情正在烧所以很多这个涉及到CPTPP 这件事情似乎都有放缓的这个迹象。吴钊燮表示，今还未开放第2轮参加国家的申请，不过每一个国家拢开放非正式的咨询，台湾已经甲所有会员国拢有密切的意见交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继续来看立法院的消息，虽然政府按600亿要替各行各业消透困难，不过早起嘛有立法委员讲，这钱额连补助一门产业都嫌无够。另外嘛有立委咧要求经济部长讲，鼓励民众消费迄张振兴抵用券，就赶紧分，中小企业毋则救会着。阁有企业的用水用电，敢有要减收寡？施明德部长嘛讲详细的办法，这礼拜内就会决定。立委的集顺台喷酒精消毒、清洁，搁再清洁，数据换已经消毒过麦克。立委集顺的时阵，防疫消毒做甲正彻底。因为早起传出讲有环保署的员工参加埃及旅行团确诊，引起关注。立委上台质询的时阵，先问国保会最近是毋是有动员出国？来，我们现在几位行政首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经济部内部有没有人
最近出国旅游有没有员工在家居家隔离，或者是有确诊的状态，有没有？这个部分人事部门到现在没有跟我告知。疫情也冲击立法期，大家拢真注意。企业界形容正需要叶克模式的经济救援。有立委认为政府编600亿的纾困定型预算，敢若是补助一个产业拢无够。严国经济部长声明顶讲，目前规划以缓制急、短期的纾困为主。纾困比要振兴券重要啊，而且要及时。纾困优先，银行唔通甲咱遮的工商业界搓银根，会当来展联。另外，针对定型抵用款，有一寡立委认为，若是等到疫情较缓和降本，恐惊袂赴，建议提前发放救中小企业。这个抵用券大概投入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会比较适合？投入的时间，这个阮会配合咱 CDC， 就是这个指挥中心加。感觉讲即卖疫情有较和缓的时。另外，为着要减轻企业的冲击，声明顶讲已经请台电加台水研究水电费低减的纾困方案，上紧伫这礼拜就会确定减免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的消息。中国乌北的武汉市封城将近2个月，昨开始管制办法哪像有较放灵，包含讲市内所设的路闸啊，就是检查点拢已经撤掉。各有公共交通嘛，渐渐开始运转。啊，然后伫咧百姓袂转来的武汉市民，都有法度提出证明身体无各样的健康码，就会当入城，倒转去到武汉行大了。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90例，其中武汉463例。中国武汉已经连续几日天宣布无新增加确诊武汉肺炎的人。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20日发出通知，武汉市内检查点拢取消，封城半解禁，返港人员只有健康码、入码，各单位提出的返港证明，测温正常，就当出入社区，卖豆开放市内公共交通，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员工点对点的交通服务。第二个呢，对于有需求的企业，我们安排专车，把员工从居住地接到了我们开发区。第三个呢，我们也集中了一批集体宿舍，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集中的住宿。外省人员只有所在省份的健康码入码，卖当登去武汉。中国目前各省市区除了福冈以外，嘛伫准备开学。第一道防线呢，就是我们的入口关，像这个入境的时候在海关，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体温筛查、这症状筛查，有过去40天的这个旅行史的这个问卷。第二道防线呢，在全国范围内还在实施，就是有境外入境的这个回国人员或者是这个外国人，那么只要到中国国内，他有这个14天的隔离期。那我们第三道防线呢，是医疗机构来发现的早期病人。不过，中国21新增加的46例，有一例是广东的本土病例，是土耳其出场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都惊境外疫情入来，北京、上海甲广州拢进行严格监管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欧洲这边面，瑞士治病患者这站加真多，目前病例已经超过7000人。意大利也已经有将近6万的病例，还有西班牙嘛要到3万人患着病。尤其国内出名的声乐家、世界3大男高音的多明戈嘛表示家己验出治病。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因为和患者有直接，但嘛已经家己踮厝内观察健康了。Der Aufenthalt im öffentlichen Raum ist nur alleine mit einer weiteren nicht im Haushalt lebenden Person oder im Kreis der Angehörigen des eigenen Hausstands gestattet. 德国总理梅克尔则打宣布加强防疫政策，公共场所禁止2个人以上的聚会，但是2个人做伙行动必须要保持离1.5公尺以上。不过记者会才打结束，梅克尔就向通知讲，替伊做疫苗的医生确诊感染。65岁梅克尔就随居家隔离，而且接受病毒检测。隔离当中的还有世界3大男高音之一的西班牙籍的多明戈，79岁多明戈日伫咧面册证实确诊，有发烧、咳嗽的症状，不过身体状况袂歹，伊呼吁民众加洗手，留伫咧厝内，共同对抗病毒。西班牙过一天增加3000多例，累计要3万例，1750来人死亡。总理日宣布，佮延长紧急状态15天。
法国过一天增加1000外例，累计超过16000例，死亡600外个人。国会日通过法案，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和政府有权利采取更较侪防疫手段。病例日头增加，嘛，让法国医疗体系受到真重的压力。政府派军队伫咧疫情真严重的东部去压制病院。附近的瑞士、德国、卢森堡嘛来到3天，甲法国的重症患者接过去。瑞士民众替医护人员加油。过去1礼拜，当地病例增加真多，第二个加码1000外例，累计超过7000例。同款病例增加较真紧的资料是宣布全国封水，伫当地时间23开始，民众除了上下班买食品，也是药品甲看医生以外，其他拢袂当凊彩出门。而且出国时改早特殊的表，若袂去用罚150欧元，也就是新台币5000块的罚金。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过去一天佫增加5000外例，累计要6万例，5000外人死亡。英国是要加强保护150万的高风险的民众。The NHS will be contacting these people in the coming days, urging them to stay at home for a period of at least 12 weeks. 纽西兰嘛，伫咧23宣布全国的封锁4礼拜，非必要性的场所，像讲餐厅、电影院、图书馆等等，拢爱随关起来。外送人员嘛，必须伫48小时以内停止业务。各国拢送禁止出门的命令，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忍耐一个来度过疫情的难关。毋过世界卫生组织却表示，防疫干那靠封城是无够的，必须要找到感染源。若无解除封锁了后，疫情也是佫会继续拖。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欧洲中部的克罗埃西亚这国的首都，3月22清早发生大地震，规模5.3。因为地下摇震动的深度真浅，真侪民众是拢害甲出门逃生。总是因政府嘛要求讲，若走去到空旷的所在，众人嘛毋通徛伤晚。过无偌久，因首都的市长嘛出面要求民众，也是着倒转去厝里较安全。闪地震嘛着提防病症晚近烧话。地震过后，克罗埃西亚政府出动军队甲大型机构，伫首都萨格里布步行区，新运建筑物受损，落落来砖仔碎片，路边真侪车，捡落落来物件，钢架完全变形，部分商店受损严重。市区有名地标大教堂的双尖塔，有一边已经歹去，佮造成一个15岁小女受伤严重，有性命危险。总理普兰科维奇表示，这是萨格里布这140年以来上强的地震。克罗埃西亚境内目前确诊200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首都萨格里布为了防止疫情，实施部分封城。暗过22透早6点半，这场雄雄发生的规模5.3强的地震，震源深度到10公里，地震感觉真强。甲民众惊甲为厝内走出去，满大衫甲毯马去公园，甲其他较快地区避难。Earthquak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coronavirus. If the earthquake hits, my advice people who don't have earthquakes is you leave the house or stay under a door frame and you don't worry about your life first and then you can worry about the mask later. Kod je neko 1000 dinamita dao u brdo pa se počelo, inače stanujem u prizemlju, pa se počelo to rušiti. Jeza, bespomoćnost totalna. 为了避免疫情会造成伤亡，当局不要求民众身体户外，毋敢卖自一做伙，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较袂进一步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了后，萨格里布市长呼吁民众回去厝的，因为市内80%的人是住在更近南门头起的厝内底，相对安全。Centralizirat ćemo sve aktivnosti, dakle Stožer civilne zaštite, ali i sama vlada, upravljat će i ovom krizom, paralelno sa upravljanjem krize u vezi epidemije koronavirusa. 巴干半岛地震地带定发生地震，这摆强烈地震和克罗埃西亚附近国家奥地利甲斯洛维尼亚拢有感觉。斯洛维尼亚境内科斯科核电厂无受到影响，也是正常运作。不过当局已经进行预防停输检查系统甲设备。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头一摆开嘴讲，东京奥运若要办，就要连带代表团观众，一项一项拢甲逐英年共款办好10场。若无，就通考虑时间前后较慢才来办。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嘛已经讲4礼拜内会决定敢有要延期。总是目前加拿大甲澳洲拢表示，若要照办，因是无要派选手代表团去参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伫国会头一遍讲，奥运有可能会延期，重新无想要缩小比赛规模，还是变做无观众的比赛。まさにこの国際社会が今大変な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中において、世界がこのコロナウイルスに
打ち勝った証として、完全な形でこれは実施を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まいりました。中止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えないと考えてき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这是安倍头一遍讲有可能的延期，关键是伊在讲的完整形式，就是希望到时阵会当看到参加的各国代表团、观众、周边活动、相机等等各种甲奥运有关系留在场面。こうした IOC の判断は、私が申し上げました完全な形での実施という方針に沿うものであり、仮にそれが困難な場合にはアスリートの皆さんのことを第一に考え、延期の判断も行わざるを得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加拿大奥会拍后会发声明，宣布无要派人去参加今年热人的东京奥运，呼吁延后一年举办，愿意全力支持，帮助因度过所有因为重新安排比赛产生的复杂难关。国际奥会议表示，会伫4礼拜了后宣布暂时要延期，主要是因为全球的运动员体坛的人数批评顶礼拜东京奥运讲要如期举办的决定。疫情爆发以来，办甲无办对备战的选手来讲，亲像是在洗三温暖。东京奥运会伫7月20日开幕，伫这进前，各单项的资格赛纷纷拢延期，也是取消。中心运作还搁看举办地区的疫情感受受到控制。另外，就算讲定出资格赛的新时程，袂少选手甲团队为着积分、竞逐顺序等等，拢爱伫短时间内底赶去全世界参加比赛。备战的调整期早就已经严重打乱。记者综合报道。是啦，总是加拿大已经头一个出声宣布东京奥运若无要延期，因是无要派出代表队去参加。咱台湾敢嘛要照办？教育部体育署的高俊良署长是讲，目前也是望争取搁较侪时间来拍算这件代志。若体育署本身的立场，也是期待东京奥运会当延期才办。我们会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做评估哈，也不宜太早去要求选手或者整团哈，整个去太早就决定，因为对选手运动员来讲，我所接触的他们这个养兵千日，总是希望这个舞台哈不要轻易的去取消掉。体育署高俊良署长表示讲，也是希望东京奥运会当延期才办。另外讲到奥运棒球的资格比赛，6国要抢一色，已经有要押后，到6月17才要比。不过嘛，得看病情咧团的情形变化，随时搁再拍算。高署长嘛强调讲，若棒球6抢伊嘛拍袂成，目前世界的排名对咱国相对的也算是较有利。咱搁来关心以跳国际标准舞出名的演艺人员刘真。昨暗因为进前心脏内底主动脉回流袂过，入院开刀，复原了无好，头壳碗内底压力伤过悬，不幸别逝。台北荣民总院表示讲，刘真进前2月底的时阵有发生血管塌掉咧，3月脑部阁有出血，入院开刀手术了后，虽然瘤有起色，不过到昨暗由于是脑压伤过悬，救无回来，医疗人员嘛是真正诚意表示唔甘。刘真的家属嘛，经过院方表示，多谢社会各界的关怀鼓励，阁有要感谢医疗团队的费心甲拍拼。昨台湾发生头一站桃园市一间安养机关有护理师去挖着武汉肺炎的事件，到当这个患者致病源头是也无法度查明。目前本地点伫咧这间安养机关内底老大人甲患者，拢经刷去别位照顾，内面的场所嘛一再消毒。郑文灿市长嘛宣布讲，4月底进前，所有过规日的长期照护机关，拢无要搁开放人入去探视咯。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礼拜下晡，搁去长照机构内底加强消毒，为眠床甲家具一个一个喷。桃园一间长照机构出现护理人员确诊武汉肺炎，内底大个人甲工作人员拢总81个人采检了后拢是阴性，分别送去3个所在安置隔离。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桃园大小型的长照机构伫咧4月底进前拢袂使探视。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包括护理之家、养护中心，那么在4月底前一律不准探视，那么改用这个视讯或电话。那第二呢，针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请社会局以及卫生局要督导做这个TOCC 的这个调查，那减少从外面感染进来的风险。找无确诊护理师的感染源，郑文灿表示，大属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拢爱全面做 TOCC 的调查，包括旅游署、职业署、接触署、甲军事署拢爱自主调查。其实新北市甲台中市伫咧20就宣布。
病院养护机构、护理之家、甲长照中心，伫咧这段期间拢袂使探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毋庸置疑，尤其双北的医疗资源可以互补，防疫旅馆可以互补，甚至包括很多志工也可以互补。侯友宜表示，除非是特殊性的探病，也敢若有30分钟的时间，伫疫情的高峰期，老大人甲免疫力较低患者爱特别注意。护理之家等等的长照机构的防疫措施，拢爱搁较严格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关心中部的消息。中华鹿港文凯国小，等有家长伫咧指出讲，顶日学校邀请家长、校友佮学生囡仔会面座谈，结果众人坐点教室拢无挂催案，甚至学校佮讲刷落去要佮办庆祝100年的校庆，这款大型活动是互人真烦恼。不过学校这边是表示讲，防疫的工作一定会佮再加强，校庆会按4月升迁去到6月才决定敢要佮办。家长网络铺文内底，小朋友一个画条的制作伙，距离无够几公分，对面就是家长甲校方请来接触校友，看起来平常的作谈。不过家长认为，防疫罐头若根据日式来，每一人都无挂喙暗，反而互防疫有到漏洞。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我认为他如果说一定要有这样的访谈的行为的话，是不是改到户外也好？如果说你说一定要通风，可是看照片上面就没有通风啊。你唔好，还是挂较安全。家长讲实在无法度接受，校方若有小朋友照常记做伙，而且都无挂喙暗，而且有家长上烦恼的，还有校庆就要伫4月来举办。不过伫防疫这个关头，所以过来办大型聚会，批评使讲甲校方安全放一边，校方紧来提出解说。把时间先暂定为挪后到6月6号才举办，但是是不是6月6号举办？还要看整个疫情的发展，拉起窗帘那个后面的窗户是开的。校方表示，100年校庆嘛筹备咁要1年啊，原本预算伫今年4月举办，后来经过甲家长会来建议，就延后到6月，搁再来评估是毋是爱来举办。至于网络上家长的铺文相片，校方指出，当日每一个窗门拢有拍开，通风无问题。小朋友伫当日无挂喙暗，是因为县府甲指挥中心强调。健康的囡仔免强一个挂喙暗，除了加强防疫，嘛会避免群聚的机会。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咱来看花莲这边，近来因为有袂少餐厅拢已经停业，这也致使一寡农民的菜色无地去销。因为这的农民大多数年岁拢较有，也袂晓用网络来卖农作物。但吉兰乡的乡公所就主动出面，将这的菜色收起来，通好甲乡内一寡老大人来加菜。这是花莲吉安乡的庆丰村，主要的作物是瓜仔树甲番薯叶啊。小农感慨本家逐工拢爱消耗餐厅几10公斤的菜，即马拢卖袂出去，敢若会当甲老叶啊挽落来后肥。疫情的关系，餐厅的游客都没有来，所以我的地瓜叶也是受到影响。不只是我的地瓜叶，还有其他产品，还有其他的小农跟我遇到同样的困难。为着要协助小农，吉安乡公所逐工买10斤的菜色，送去当地14间文件站车专人卫生管控，煮予老大人食。以南乡村做例，逐工中昼都有40外个老大人来食饭，解决部分销不出去的菜。文件站有的人数是30-50个，有的是70-80个，甚至是100个。我相信会有陆续的小农一定会继续的跟我们吉安乡公所来联系。公所强调，一般的农民因为有农会产销系统，所以敢若有落价的问题，无甲卖袂出去。不过小农无通路，佫拢是老大人袂晓网络行销，所以产品卖袂出去。他们因为第一个行销网络部分他们是不懂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比较大宗的餐厅使用的叶菜类都没有在使用了。根据吉安农会的资料，目前当地有7000外个农民种的菜拢销去北部较侪，也若是产销线以外的小农，若是菜卖袂出去，建议会当甲公所来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当然关心台湾头的消息，台电家人8堵变电所早起因为所内设备有过样，造成甲家人佮有瑞丰、石市、甲金山、万里这范围内规角拢发生失电，影响23万外户，甚至佮造成交通大乱。因为他那中山一路，我刚好有去中山一路那个工地，也是在那边都没有电啊，应该是8堵变电所那边抛掉的。
早起这边失电的事故引起基隆市区交通的电号嘛对咧袂倒，街路口也发生人甲车相争行的情形。119的电话嘛接到真侪民众报案，加在台电的工程人员全力赶紧修理，各地头嘛拢一一恢复送电，目前是无发生人员受伤的情形。这当中因为武汉肺炎，台湾已经边境关制。谁知影讲有一只渔船竟然载31个越南人要来偷渡上岸，踮屏东小琉球西南边去互海巡人员抓到。海巡人员咧问案的时阵，嘛隔房啊伫咧问，因为办案甲防疫相常拢真要紧。船长，麻烦你调车，麻烦你调车。海巡舰艇甲船载落来，屏东小琉球海面上，这只船看起来非常可疑。一挖近，船顶满满拢是偷渡人士，大多数无带喙罨，互海巡人员非常紧张。总算出来，总算出来。海巡人员穿着防护衫、带喙罨、目镜，要求这阵越南偷渡人士双手喷酒精、量体温，同时搁分互每一个人一个喙罨，严格检疫。就因为台湾实施边境管制，外籍人士限制入境。不过，这只台湾籍渔船锁一口气载着31名越南籍偷渡人士，想要上岸。查缉人员经全程佩戴防护衣、口罩等，以及实施隔离新闻等措施，并由卫生局及防疫局的人员实施检疫工作。海巡人员伫岸边通风处问话，中架着透明隔板，检方嘛采用视讯审讯，其中2名台湾籍船员被以违反入出国和移民法声押核准，其他31名越南籍人士先被送去指定的场所检疫14天，期晚才追究罪行。记者李秀柯俊俊南部报道。总是武汉肺炎到今也唔知影讲当时才会平静。教育部已经针对5月16、17要举办的各种教育会考，考虑第2遍的考试的安排。就是讲时间若点出来隔开，袂当去考试的学生，会做伙搁测一摆时间。负责出题目的台湾师范大学，才会搁出一份困难度相像的考试单。这嘛是各种会考开办到今头一年有考试2场的情形。高中教育会考会伫5月16、17登场，敢若剩过半月时间，疫情线也搁在炭烧。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决定要研议2遍考试的方案。第一个一定是在5月16号、17号，他没有办法，因为检疫的关系无法参加的这群考生，大陆考场跟我们台湾的补考的时间，它会是一样的。无论是正式卷或者是就是这个补考卷的这个处理的部分，都会用一样的规格来处理。基本上因为事务上的一个安排，所以原则上的会按照它的一个时程的部分来做一些的处理。今年会考大约有20.9万人报名，负责出题的台师大审测中心指出，原定日期的第1遍考试照常举行，第2遍考试敢若因为疫情防期甲隔离检疫，无法度参加第1遍考试的学生参加，具体就路的时间甲细节还阁无定案。你第2次考的人会不会因为多2个礼拜的时间做准备，他比较有优势？考生自己主观上觉得好像考得比较难。所以会产生有一些不公平的争议。如果在没有一个人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然后那要不要考虑对于明星高中增额录取？这可能是要教育部要思考的。事务的部分一定会遵照 CDC 这边的防疫的规格在处理。教育团体认为讲，相关单位对考试的公平性、甲线后免试入拍的、精雅录取等等可能性的状况，爱做好万全的应用。若是会考，敢有可能用煤灰做，还是互学生挂喙罨？家长敢要备考，这寡拢搁在讨论当中。原则上会照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执行，阁无最后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内已经有安养机关的护理师验得治病。但就医师分析讲，这款长期照护的机关，拢是咧顾老大人、慢性病的患者，还有行动不便的人士，比较的也愈高引起互相挖近烧话的风险，甚至佫会拖累到医疗机关对咧放落去。学者嘛建议政府讲，这站就要提高改变。伫国内出现第一件养护机构护理师确诊的案例，虽然指挥中心透明调查护理师所有接触过大面，伫采检了也拢是阴性。点讲因为住伫咧长照机构的大部分拢是老大人，有慢性病，行动不方便，长期拢住伫咧眠床，若出代志相对容易造成群组感染，甚至可能会造成医疗的崩溃。然后他配备的人力呢，有些时候是不是那么充足？再加上他的训练是否完全落实，也不是非常的确定。那里面的病人都是老的，又有慢性病，所以长照如果一旦发生感染，可能会蔓延的比较快。那再来就是
死亡率可能会比较高。医生讲，目前自国外研究显示，有一半确诊者是找无感染源，有真侪感染者拢是真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会造成这种人伫咧疫调时阵真歹发现。所以现阶段养护机构是尽量做好加强访客管理、接洗手，做好教育训练、加护理人员的保护措施。防疫配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分仓分流，因为一旦分仓分流，我们所需要的人力就会增加，甚至会 double。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本，啊，我们目前的纾困金是否可以进来做帮忙？好，我觉得现在开始可以去积极的去思考。学者认为，伫台湾目前长照的使用人数是21万多人，长照工作人力差不多7万。若是佮加上相关接触的家户人数，受影响者总人口伫咧77万，甚至是更较侪。政府除了先互因有够嘅高规格防疫物资，过来就是要开办机构另外的防疫课程，还有未来感染了的其他资源的投入，拢要量早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有真侪国家拢已经采用封城的手段来抵挡病症。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嘛估计讲，这边的灾厄尚无会造成全世界14亿美金以上经济的损失。还有一项要真注意，就是在家来隔离14天的人一日一日多，这也会造成人甲人的往来愈疏远。望外界都要较接关心这个袂当出门行大的对象哦。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扩大，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国家拢已经实施封城的防疫手段。咱国也宣布全面禁止旅客来台湾转机。台大工会学者有估，这边疫情对全世界经济至少造成14亿美金的损失。这支病毒，不管是在这个私人的人脸损失以及这个生命人脸损失加起来，总共耗掉了14亿美金。另外，学者也发现，在疫苗甲药物也未上市之前，保持社交距离是上好的减灾方式。不过，伫咧国内确诊人数增加，需要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人数也在增加。隔离政策和人际关系开始变作疏离，被隔离检疫者开始出现心理的负面影响。资讯不足的这个情况底下呢，都会造成这样心理冲击呢更为加剧。隔离之后呢，可能会有经济的损失以及遭受歧视这个问题。学者建议应该建立明确的隔离指引，和各县市参考，并且提供电话支持专线，和隔离检疫者心理支持，同时也要和带做伙出来人有够的防护，才让消除歧视。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早起本地要邀请身为党员的各县市长做伙来探讨地方抵挡疫情的需要。结果15个县市长煞无甲一个亲身行脚到。江主席是讲，这站大家拢咧注重防疫，伊会当理解。另外有风声，国民党的中央会针对部分区的吴思怀立委近来所讲起引起争端的言论，就去检讨甲判断。吴委员是讲，伊对家己的言谈真有信心。这阵当时疫情的危险期，各县市首长无用伫咧做防疫的工作。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煞伫咧这个时阵邀请15位县市首长开强度疫情国土安居的研讨会，要收集地方伫咧纾困方面的需求。只是台卡一个地方首长拢无，连主本讲要出席的台东县长姚庆玲也改派代表来开会。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啊，然后维持最畅通的一个联系管道，15个县市的这个联系的平台，会尝试的把它建立起来。现在县长正在投入地方积极的准备防疫工作，那因为要把防疫做得滴水不漏，所以他不敢坚守岗位。面对首长拢无出席，只派代表参加。江启臣强调，防疫的关键期，得请县市首长留伫咧第一线防疫。不过最近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引发争议的言论不断，传出党内会针对不分区立委设一个考核的机制。吴思怀表示，伊对家己真有信心。我会跟党团的3长，我们也会约吴思怀委员，大家恳谈一下，了解一下，党内彼此沟通是必要的。我当然有信心啦，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党员，会依据党中央以及党团的规范来行使我的职权。新官就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明仔载后日要继续落南拜会地方县市首长，听地方的声音，希望用行动证明地方甲中央的沟通无问题，要确保纾困防疫的路会使更较顺遂。记者阿敏进场随台北报道。
同款来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早起咧讨论废死刑议题，有哪军的立委质问法务部，讲监视法官判袂落去，法务部执行枪决嘛办袂落去，才会互遐死刑犯一直耗伫遐。法务部是强调讲，废死刑是国际的方向，也是咱国长期拍拼的目标。目前是采用减少死刑这款原则来兼顾社会正义甲人权的保障。这几年发生地质案等等随机杀人的案件，顶一日嘛发生徛倒摆的人伫路边无辜被杀害，造成社会不安。虽然地质案为判刑定限到执行敢若有18天，不过目前39个死刑犯煞一直还未执行，引起死刑遵循的讨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拿赢调委李桂敏23特别邀请法务部甲司法院针对废除死刑的议题专案报告。你认为司法正义落实了吗？有还是没有？有进步的空间，还有进步空间。谢谢你，很诚实。当然，大部分的个案司法正义都是落实。那也立委质疑司法正义无真正来落实，嘛质疑被告杀人只要讲有精神疾病，或者是因为态度真好，就会当逃过死刑。加上蔡英文政府上台了后，敢若执行过一个人的死刑，立委要求法务部爱表态，敢有死刑执行的时间表。绿营的立委戴文平是提出刑法增加重刑犯爱关一世人，而且袂当假释的规定，由政府举办公投决定敢是爱移期死刑的意见。虽然有死刑的存在，但是法官判不下手，法务部这边也执行不下手，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没有这样时间的限制，我们也是按每个个案他是不是已经极尽所能的没有任何的救济机会了。刑犯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了那所以第一个，我是希望说刑法33条加一个终身监禁。既然政府是逐步废死，我们要从政府发动一个废死公投，10年一次、20年一次都没有关系。针对调查立委的意见，蔡清祥强调，废除死刑是国际的趋势，嘛是咱台湾长期拍拼的方向。目前采取减少使用死刑的原则，来兼顾社会正义甲人权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4月底进前，旅行社业者拢已经禁止出团，想要出门佚佗的民众，都要换行国内的线路咯。来看南投三林溪生态园区，目前牡丹花开了真济真水。嘛有真侪民众来到这行搭透一下心开咧。红的、白的，也有一蕊开甲大蕊、粉红惨白谱的牡丹花。即阵当时南投县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牡丹花季，来看花的人拢讲来遮心情加寡尔轻松咧，因为唔免挂嘴暗，佫会使吸收新鲜的空气。这边空气超好的，嘿呀，对呀，很漂亮。来这边也不用戴口罩。春天的花很漂亮啊，所以想过来看看花，对，这样心情会很美丽哦。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观光局已经禁止国内旅行业出团。即阵国内真侪山区，真做是民众行大的好所在。在这三林溪这个地方，因为非常的空旷啊，再来呢，芬多精、负离子，又阳光啊，也非常的充足。现在呢，除了我们很漂亮的粉红春兰林之外呢，还有我们大量的牡丹花呢，迎接国人来这边是可以持续到4月底。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表示，4月底牡丹花的花期若过，接落来就是5月份的绣球花花季。虽然即阵当是防疫的危急期，不过民众若是有时间去外口行搭、晒日头、看花，甲心情放较轻松咧，也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讲牡丹说牡丹。牡丹毋是今日才出名，过去有史以来，无论讲唐朝、宋朝时代，甚至讲日本的东京、江户时代，牡丹拢真出名。国情今仔日要招你来听一首汉诗，这是咱台湾民族最出名的诗人林献堂先生所写的《情何远来想牡丹花》。咱同齐来听内底7言律诗的字句，林献堂安怎样写？见面头前4句，林献堂讲。5月宴宾感伤来，春风风主强败坏。洛阳未识今何事？江河无珠正盛开。
林献堂先生见面头前4句的诗句，伊讲：我牡丹花也是招募真侪贵宾、真侪宾客来遮欣赏。伫春风中间，红色、紫色的牡丹花摇来摇去。过去伫咧洛阳，咱无熟悉，如今牡丹花变做什么款的样相、什么款的打扮？因为英国人讲牡丹花是洛阳的名花。唐朝的诗人刘禹锡，伊就写讲：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经。唐朝的地经所讲洛阳的牡丹花真正水。过来第4句，林献堂写讲：江户有主正盛开。江户就是日本东京的旧名，因为江户时代牡丹花原来真侪人咧拥护。林献堂本身咱拢真知影，伊是主张恢复力对抗日本一个出名的代表。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时阵，林献堂就担当总理。过隔2年，台湾民报创办，林献堂也是做社长。是讲来到228事件，林献堂捌用性命担保来暗寤当时咧做省政府财政厅长的严家淦的安全。不过伊眼来看讲国民政府来到遮，种种的腐败，造成228的变故。林献堂心内对祖国的中国渐渐失望，撇走去到日本，一生无爱阁倒转来到台湾。甚至英国伊嘛捌写过诗句，讲异国江山堪小子，故国花草犹随然。因为伊唔敢阁再倒转来。虽然咧表示牡丹的水，不过后壁4句意思完全无相共哦。林献堂过来，伊诗句写讲：万户风流起玉柳，敢看富贵俏含梅。托金得地无言手，免被喷庭铁气吹。原来林献堂前半句伫咧学了牡丹水，不过下半首的诗，伊讲牡丹讲家己水，讲家己风流，气压柳树，讲家己富贵笑含梅。不过加在是寄托伫台湾的，若无伊会免被喷庭铁气吹，就是因为洛阳。当迄当阵，伊写这首诗的时阵，拢已经互日本军人吞打了。牡丹是开店台湾，笑笑店台湾，来遮无言手，毋免阁比评水歹了。这款诗人的心声，这款诗句的变化，相信讲甲一般人所描写的牡丹的诗，原来大不相同。过来，咱牡丹公园来讲另外一款的树丛乃枝。春天是乃枝丛顶的草青菊仔生团的季节。去年南投关遮头一摆采用生物防治的方式投糖，农民当表示讲这款新做法效果会当达到60%，所以今年南投的农会扩大办理。农民伫荒地接行遐找，斟酌看是毋是有乃枝草刺菊仔。详细找乃枝丛面顶，阁会当看到几只。去年这片乃枝园有放冰白小芳，这是直接头一遍用这款生物防治的方式来对付乃枝草刺菊仔。农民讲，一观察起来效果差不多有60%，佮加上化学喷药啊来辅助，乃枝草刺菊仔明显比去年减少真济。目前为止，我遮甲摘起来安尼吼。伫去年放甲即摆甲看起来安尼，有差不多有60%的这个效果呢。40%都是即摆恁来看安尼吼，嘛是要多数拢要有就对哩。安尼效果这样有差不多60%啦。冰白小芳是一种卵的寄生芳，这种芳仔会寄生伫乃枝草刺菊仔的卵内底，破坏伊的卵，就会当减少乃枝草刺菊仔的数量。店长表示，效果看起来算是袂歹。除了果子园以外，电工所未来要用伫路树，防治乃枝草刺菊仔的生团。那今年我们首次会在我们八张街的台湾栾树上去释放。那今年总共采购大概4万只的平腹小蜂。那第一批来的部分大概有13000只，希望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春天是乃枝草刺菊仔生团的季节，也是防治上重要的时阵。今年南投一集会陆续放4万只冰白小芳，果子园和其他的公共场所策划来做防治的工作，望增加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一个按台湾电力公司退休的经理，家己学种红龙果，伊伫咧网络顶头找资料、学技术，佮利用灯光来调整产期。伊所种出来红龙果，毋但讲口味好，名声嘛真芳，众人拢伫咧网络顶头烧钱注文，咱嘛同齐来看卖。
红菱果若生了水，看起来搁把水，定定有好滋味。这是陈皮总用心种做的成果。陈皮总按台电梯修了后，对种红菱果真有趣味，就家己上网络找资料学技术。之前在台电公司任职，退休之后就觉得说对种植水果有兴趣。然后就是决定退休后决定试试看了，退休半年就是开始去收集资料，然后去种植这个火龙果。有心拍石真聪，虽望陈皮总较早无做事的经验，不过伊按种植当中学习，经过3冬的拍拼，打成绩是不了好。那学遐用照光的方式来去控制产期，一冬上无会当收成20摆，佮为人客健康设想，坚持不爱用化学肥甲杀草剂。我用遮草席的哈。然后肥料呢，我是用有机的啦，大部分有机的比较多啦。我肥料人还没有吃那么好，我喝牛奶，还有鸡蛋，我自己泡的蛋泡哪里，就是常常吃这个，它的品质一定会比较好。因为陈皮总对种植的用心甲坚持，所以伊种出来红菱果生了水。大粒佮好食，不怪高品质的红菱果，一个去你网络买，就随互人客合家了。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年初，台湾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让病人会当家己选择要安怎医疗家己的身体。实施到当外有1万几人签字。下暗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节目，邀请到一手推动这部法律的黄胜坚医师来和大家分享伊的想法。民国108年1月7日开始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台湾头一部以病人为主的医疗法规，嘛是全亚洲头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专法。因为这个法律本身，伊就决定讲这个所谓这个医疗照护咨询会议吼，伊是变做一个法律程序啦。有经过这个程序了后，你签落来这个医疗决定书，伊才有法律的。法律规定，一定要先做预立医疗咨询，才会当做预立医疗决定。咨询的时，一定要有一个二等亲的亲人，买当认定医疗委任代理人。整个咨询甲签决定书的过程，拢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同解说。其实读过的咨询吼，非常的清楚啦。因为足侪毋是敢若讲哦，我就无爱插讲尔吼，无爱插讲即件代志，敢若有点仔简单啦。其实伫外期的时阵有足侪状况的，透过安尼点外钟的咨询吼，收获真侪。医立医疗咨询爱纳咨询费，有人反映费用伤贵，但是黄胜坚有无共的看法。真侪媒体问我讲，你讲3500会伤贵袂？我讲足俗的，安怎讲？3500对你家己来讲，你将来你会当行得顺顺啊，对无？3500块，你有尊严，袂受苦。伊毋是干那你啦尔呢？你3500。你这个签落了后，后摆恁太太袂受苦啊。面对大家对变书法的顾虑甲问题，黄胜坚耐心解说，和民众会当重新思考性命。其实来做预立医疗咨询的民众，无一定拢会签预立医疗决定，毋过伫咨询过程一定要有正面的定量，这嘛是做预立医疗咨询上珍贵的所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再来看屏东坎顶遮出产的鸡胸羊，好食又阁营养。尤其这几年栽培的技术嘛进步，即马产量嘛大大增加。若会当用来做保健食品，目前已经变作是高级餐厅上较爱用的食材。屏东坎顶的鸡胸羊最近受到真侪人的注目，虽然是简单的食材，却会当变出真侪料理。无论是用现煮时正时间的起煎锅来煎，煮鸡汤也是用烘的，看起来拢互人嘴软插插的。我们鸡松茸做的料理，比如说我们生食的部分可以煮鸡汤，我们也可以简单料理做气炸，或者是直接把它炒。坎顶农友吴俊杰原本伫食品公司上班，4年前是在坎顶港社川船长徐秀如翁仔某开始做伙研究鸡胸羊。因突破过去无法度大量生产的问题，即马平均一个货柜一年会当种4届，特别拢咧要300公斤。一蕊一蕊巴甜的鸡胸羊有杏仁香，
因为伊真有营养，真做真侪米其林甲高级餐厅上爱用的食材。技术的方式，让它的菇可以一整批。销售的方面，可以满足人家餐厅的需要。目前机箱中除了有卖青的，嘛有切片、砍素的，甚至佫做成保健食品、甲保养品等等。未来因希望会当结合食农教育，互更较侪人熟悉鸡胸羊。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国地头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北部22度到27度，中部24度到30度，南部25度到31度，东部23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再会，多谢。